像以前，我先解说一条歌吼，即首是伊咧香的主香，啊，伫美国有一间药公司用即个名起咧，啊内底有台湾一个科学家伫遐，发明一种药啊吼，迄名我袂记了，啊，迄个名伫非洲迄伊某啦，死亡率足悬的所在，啊，因用即个试用伫遐，啊，效果真好。啊，尾啊，即个武汉肺炎发生的时，美国患者伫斯蒂尔华盛顿可能有试验者啊，可能有效果。啊，但是迄是拢还阁伫实验的阶段。啊，伊记咧，迄个主香有医疗的效果，所以咱今日唱即条诗是为着即个武汉肺炎，希望上帝是关键的圣手，医治的圣手，来互全世界慢慢得到医治。